點樣喺 CoinTrader 提交個人資料，通過 KYC 實名認證？首先可以按翻中文翻譯，然後見到右上角有你名波波，咁睇到驗證未實名登記嘅時候紅色嘅，你會睇到當未做實名認證嘅時候係唔能夠進行出金及入金嘅操作，而 KYC 實名認證要求用戶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以及手持證件自拍照，按右上角升級。喺上方就提供身份證明文件，下方就提供手持證件自拍照。記住呢度需提供真實用家資料，即係由於呢個係教學影片，所以放圖片先，再按下一步就可以等待批核。當成功批核，就會收到一個電郵確認。若果因為資料唔清晰或者反光會被拒絕嘅，若然實名認證唔通過，就會喺電郵收到一封拒絕郵件，咁就要重新再提交文件等待批核。操作完全唔複雜，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向我哋提出。今集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